来，这个快筛阳性就是确诊的新制度，昨开始来实施，各县市拢混乱的状况。高雄市有一个妈妈就甲华视新闻来反映，讲伊的翁婿甲后生陆续来确诊，伊伫个居家隔离的期间，快筛嘛是阳性，想讲会当透过这个视讯的门诊来互医师认定确诊，但是伊伫敲电话一直问，佮上网去预约注文，安尼前后创4点真久，也是约袂到视讯门诊。伊只好甲卫生单位来报备了后，家己开车去这个车内所做 PCR。这个妈妈讲，新政策的流程真无顺，根本无法度真正帮忙到民众。原本俩阵新制度上路，视讯门诊会使更较进度帮助民众，不过但妈妈煞感觉更较折磨。对于家里头不止一个确诊者来说，然后自己又可能是确诊者，这是非常的折磨。伊的先生和后生拢为着病毒，伊伫居家隔离期间无爽快，伫昨快筛阳性，为着确定身份别，对下晡3点开始敲电话问，对区公所问到卫生局，过4点钟拢无答案。家己健康也有 APP 要视讯门诊，结果要是拢爱靠家己预约视讯门诊，就是不管是打电话或者是App 约诊，或是 Line 约诊，就通通都没有办法。上尾伊甲卫生单位报备，塞车去体检站做 PCR， 13号透早才摕到确诊通知。中间会遇到什么问题，先解决，然后再整个上路，让民众才不会不知所措。快筛阳性都较真的新制，民众无傻傻。伫医疗这边负责的诊所，医生嘛讲，即马有明显的困难，就是确定身份。因为我们不可能说他没有证明，我们就随便给一个快筛阳，就说啊，你就我判你确诊。非确诊的同住家人，他居家隔离书可能有一些时间的落差，所以最主要是这个身份的认定。以高雄市来讲，全市大约1100间医疗诊所，目前敢若400间参加视讯门诊的行列。加上未少状况，拢是因为无法度确定身份取消视讯门诊。对民众、各有诊所来讲，流程未顺，各有执行细节的困难，拢是新政策需要赶紧改善的所在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